台南龍徛是哪裡的保育地哦？最近有民眾看到講高雄市動保處的公務車竟然來遮放生流浪狗仔。高雄市動保處是回回講，狗仔本地是要放佇電療區，是因的人員行唔到路，才會放唔到所在，會甲這個狗仔抓回去，賣來加強人員的訓練。台南龍徛有惡地地質工程，互人講是台南的後花園。不過當地有農民和里長來反映，近來流浪狗數量有增加狀況，嘛有真濟狗仔來交叉飼家戶，造成嚴重的財產損失，甚至有民眾看到暗時有車出入龍徛山區駛入道路，甲狗仔烏白放，經過警方調監視器所發現是高雄市動保處的公務車，載狗仔跨縣市來龍徛野放。我已經170、180了，已經網子圍到那麼高，狗還是跳得過去。侵入裡面之後，動輒都是上百隻起跳了。統計下來，隨便一進去，它就會造成數萬元甚至數十萬元的損害。公部門跨縣市等狗仔行為，當地是氣噗噗，甲民代定情。事實上，龍徛是哪裡保育生態區，因過捌發生過流浪狗咬死哪裡的事件。為了保護這個生態，市府近來早就專門佇遮禁止掠狗仔，佮轉來的措施，就是驚造成當地衝擊。這5隻裡面有3隻是有植入晶片的，目前這2隻有植入晶片的經查是從過那個其他縣市的一個收容所，然後再才放到那個龍崎那一個區域。針對這件代誌，高雄市動保處出面解說，因掠到殘留區的流浪狗了後，有加注意標甲節約，嘛規劃要甲狗仔放轉去原位。不過因為當地深入道路彎彎彎彎，介複雜，佮挖龍徛，才造成工作人員駛唔到路。目前本處已主動聯繫台南市動保處，將積極配合辦理後續處置，將回至於該地點的犬隻帶回本市收容所妥善安置。高雄市政府接到通報，嘛隨甲台南市府抱歉，嘛講會緊甲查到的5隻流浪狗全部領回去，後續嘛針對因的工作人員加強教育訓練，避免公務車佮走來外縣市的出包案件佮發生。記者李成武、柯嘉如、邱朝陽、高雄台南採訪報道。